年青年前才提幾米去嘅畫面，太媽媽嘅河巴水，東浦遇害河巴水嘅火就本太水打槍槍，逼到做地格格仲要打被重建，水利署提示河川橋停停進行規劃，同時希望居民做地細照，本河川橋有行卡完整嘅設計空間，打造一個有生態又有休閒空間嘅河邊公園，嚟帶動地方繁榮發展。不過前年過後，一打被竟然變做粗濃濃嘅風土地。河川局講要間徵收，要做一個輸王區，要吸入這個做一寡外調的人來，吼這個咱這地方會當得到講一寡外潮輪流來做一個遊樂區。結果今仔日間徵收了，阮嘛攏點點啊徵收，結果今仔日得到啥草啊啦，也無連到一隻河神蠓嘛無。咱這個木屐寮生態園區吼，政府已經開10多億了呀。吼，你甲看這2年來，這個邊啊草啊咧往拍拍，吼，攏無整理，吼，這無彩。當初的一個規劃是以建築師的一個立場，希望做一個像類似都市公園的一個景觀造景這樣的一個構想來做規劃了哈。這個我們後來我們的規劃還是認為說應該是回歸到這個防災的需求，就是說我們河川治理的一個需求了。經過河川橋整過後，東浦遇害嘅波，地基下擺嘅風采帶來嘅太水經過過後，一下嘅波又變做東危險，石頭看顯現，韓國小波塊每本太水大體一般卡價，係講這個路係冇掉意，驚怕波隨時都會變態。今年度的這個洪水來哈，颱風夾在這個洪水來有一部分已經破損了，那這部分。那這個我們已經有提報，今年度呢，會再加以整個的受災的一個情形，整個再加以一個整建啦。唔單止按樣，本單有單位銀行鋪頭、老次行查路，沒因為冇完善嘅管理，實質當銀行看到動什麼，變做無人愛來嘅風氣。居民嘅情感態度都唔判得，故所熱切想要重新整理自家嘅家園。啊，那是講要出來扣本數。大家社區吼，啊無網橋吼，啊這環境嘛愛大家來維持啊。這講社區內底講多真濟人，無真濟人啊，所以就愛網橋啊，或者這社區吼，你若規啊無來網橋，這攏嘛是攏垃圾攏無人清啊。當然期望是很高啦，但是好像失落感也很大，跟當初的規劃真的都不一樣。好啊，現在唯一的奢望就是說，能夠把這個環境整理的比較乾淨一點，讓遊客來到這邊能夠有一個好的印象。發爺爺嘅蔬菜，韓國順控嘅態度，都想喺河川橋幹呢。嗰數頭無人治理嘅情況下，冇做頭前看到嘅風流，只咪行起意思沙件意思，擺脫作實才提建業嘅全面聽數，增添時嘅也嘅問題。強調用此在防防為第一目標嘅河川橋，難免本人爭議河川橋係唔係冇隨條管理？喺公當正按樣，因為冇委託地方政府來推廣咯。冇嘅7、8年，年年都失望，未實到居民對主管機關邊條都冇改變呢？這都是互阮地方嘅，嘛感覺講是足無尊嚴嘅。當時要講徵收嘅時陣，講會當帶到阮地方嘅生機。相機結果甲今仔日唔知當時遙遙無期。下個新聞，李鳳琪南台報道。